黄澄澄的稻穗布满田间，正是深秋丰收时节。朱武斌开着重机欢喜收割。说起台湾稻米香，有掩不住的骄傲。日本米那个夜光米，我们小北宫也有人家种啊，他种的那个产量少，不过那个没有台湾的最良质的好吃。台湾米香 Q 出名，成群麻雀徘徊不散，争相抢食。朱武斌看着饱满的稻谷，却像稻穗一样谦虚低头。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要加强。叶子到收割的时候应该没有这么利，叶子越利，这个谷就越不好。一袋袋谷子运回家，还得经过烘干脱壳，才变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米粒。半年来的成果，粒粒皆辛苦，朱武斌甘之如饴。景气再不好，你还是要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有种田就有好吃就好了。你有去市场吃过别人家的米吗？有啊，要比较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呀。结果呢？结果还是自己种的好吃啊。自家稻米拿下桃园县比赛大奖，朱武斌腼腆的笑容中尽是说不出的满足。那吃晚饭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客家话？食呀，食呀，食呀，食呀。